袂啊！你著想看卖咧，伊即摆要去投军吼，日子毋是短呢，一去毋知着偌久才会转来呢，无得较大爱3年，也是着爱5，无得较嘛着10年8年，才会转来，遮尔久的日子，你是安怎？ 师可好？师现在伫倒位呢？我随师傅解啊，到宾馆的中途，师傅因为脑昏性急，一病不起救。师傅是为我而死，不是？师傅是要死后害死的。 不是，兄弟，大哥，我到家龙门关的时阵，就已经有听到消息啦。你全部的财产已经被使用霸占，你被使用，甲你赶出对无？不是，这是我老爸生前欠人的债务，所以你免骗我。我要来为师报冤仇，我要替讨回全部的财产。不错，兄弟，大哥，你往哪去？你给我放手，你放！ 兄弟，你放！好，你若要去，你就去。你若敢唔听我的话，以后你免过来找我。你安怎样讲？于好歹就是我的伯父，我无要甲伊计较身外之物。我感觉人生也是正义为重。大哥，你会做啦？ 实在使人敬佩。好，我听你的话。兄弟，你安尼才是我的好兄弟。大哥，你目前是安怎咧生活呢？我目前就是伫咧拍闹、钓鱼、下岸伫咧过日啦。大哥，小弟有一件代志想要甲你商量。是什么代志？ 听讲朝廷现在派人到山西来招军，大哥，你有一身的好武功，为什么你唔去投军，为国家效劳呢？咱拢是同堂的男女，应该为国效劳。好，兄弟，咱两个兄弟来去投军。投军？无啊。是。啊，你投军一个月是偌济钱？啊，都偌久才会转来啊？ 偌济钱，在目前我还阁唔知影。哎哟，啊你要哪会用的啦，恁贵啊！你即马是有某的人啊呢，啊你
你从啊去投军，啊放金花啊是要安怎？阿嫂，考虑我已经是考虑过啊。离开厝内面去投军，总是真艰苦。也毋过，为着将来的前途，总是比躲伫厝内面，伫省一世人搁较好啊。你讲遐个无话，咱目睭前的生活都常常要有困难啊，搁想到遐远，想到为将来去。哎哟，我看吼，我反对啦，你规气莫去好啦。大嫂，我赞成互相公去投军。哈？哎哟，金花啊，等你是想去倒位去啦？大嫂，相公的想法安尼是对。假使伊若是有出头的日子，我搁较安那艰苦，嘛是愿意忍受啊。哎哟，金花啊，你著想看卖咧，伊即摆要去投军吼，日子毋是短呢，一去毋知着偌久才会转来呢，无得较大爱3年，也是着爱5年，无得较嘛着10年8年，才会转来。这么久的日子，你是要安怎？将士一别，人也是倒转去。相公，有一件代志，我必须爱甲你讲。妾身已经安怎样咧？姑爷，人阮小姐已经有身啊。假死咧！金花，有影啊！
真是下体下体，我得要，你得要叫人老爸啊啦！对啦对啦，我要叫人老爸啊！你要上班嘛，上班较少咧，你得要做老爸啦。啊，凊彩啦，啊，我得要做老爸啊！金花，假使我若去投军，还袂倒转来，今日若是出事，若是生查某的，由你家己表明；若是生查甫的呢，证明就是定山，你就以山为名啊！我会记，相公，你放心去。请恁大家都爱保重。啊，你安尼保重。了解谢你的。